上個星期日下晝，瑪麗喺沙田商場見到佢嘅朋友阿 May 同佢嘅媽媽。瑪麗，介紹你識我嘅媽媽。媽咪，佢係瑪麗。瑪麗喺美國嚟香港，而家喺中文大學學廣東話。黃太，你好。瑪麗，唔使客氣，你叫我 Auntie 就得啦。哦，Auntie 你好。你中意中文大學嗎？廣東話難唔難學啊？中文大學好靚，但係廣東話好難學。不過我中意學。咁香港呢？我都好中意香港，因為香港點心好味道。咁你中意食乜嘢點心啊？叉燒包、燒賣佢都中意食，但係佢話腸粉、蝦餃味道麻麻地。媽咪，佢都唔係幾飲得茶。而家我飲得香片，但係唔飲得普洱。我都唔飲得普洱，我飲普洱唔瞓得。瑪麗，下個星期六係阿 May 生日，我哋會去沙田美心飲茶，你得閒都嚟啦，好嗎？好啊，美心嘅點心好好食，但係好多人。冇問題，我哋可以訂台，到時我哋12點半喺美心見，好嗎？好啊，多謝晒 Auntie。唔使客氣。瑪麗，你而家想去邊度啊？我要買啲廣東歌 CD， 因為我嘅班想學唱廣東歌。你都識唱廣東歌，真係叻女。唔係，我唱歌麻麻地。好，瑪麗，我哋下個禮拜六見。好，Auntie 阿 May，禮拜六見。